美國真係轟炸委內瑞拉啦！喺委內瑞拉當地時間嘅星期六凌晨2點鐘，就傳出咗7個地方嘅爆炸聲，喺佢個首都 Caracas 同埋就3個地區，佢哋炸咗有軍事基地啦，同埋有平民區噶，佢哋都有炸。咁而家炸完之後咧，特朗普啱啱就已經講咗啦，佢哋已經將委內瑞拉個總統同佢夫人捉住咗啦，亦都將佢飛出咗委內瑞拉啦。換句說話嚟講，佢哋呢次行動真係精心設計，嗰頭一炸你嘅地方，嗰頭咧已經去捉佢同埋佢太太，就拎走咗佢啦。咁即係話擺到明，連人哋個總統都捉埋，又炸完你，喺政治上你而家真係要佢落台，另外將美國支持嘅人擺上去做委內瑞拉嘅總統噶啦。其實有好多方面嘅問題嘅。第一，佢咁樣打法，咁樣炸法，直情係開戰，咁樣嘅話都未得到國會同意嘅話，應該嚟講係唔合法嘅。第二呢，咁你而家國際性又點呢？好多其他國家都已經要求開聯合國會議睇呢件事點做噶啦。第三，我覺得好巧妙咧，佢哋特登係喺週末呢個時間嚟打委內瑞拉。如果你喺平時日子嘅話，唔係週末嘅話咧，如果有呢啲咁嘅戰爭咧，股市咧一般嘅投資者都會先賣咗先再講。換句說話嚟講，唔理你發生咩事，未清楚咩事就會賣，就會造成好大個恐慌拋售噶啦。所以咧，特朗普我都覺得佢呢樣嘢又好似做得幾精緻，就係話等週末嚟炸，因為你週末嚟炸嘅話咧，禮拜六同禮拜日，咁佢陸續會有消息出嚟，咁等個投資市場消化下啲消息之後，睇下禮拜一開始係點樣啦。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睇翻我12月25號同埋12月31號講緊點解美國要打委內瑞拉。咁而家呢件事當然啦，呢個週末陸續會有新聞出嚟，究竟係會點樣？今日睇下啲投資者點樣消化。你覺得禮拜一開始嗰陣時金會係點樣反應呢？股市係點樣反應呢？油市又點樣反應呢？不論大家喺評論區發表一下意見，討論一下。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